亂噏咯呢啲，我賣咗我一世變契弟，我點樣做啊？我而家因為冇錢。今日阿黃立爆咧，就必須要辣一辣壹傳媒集團言而無信，將佢哋嘅員工當係賣落記債，將你嘅員工咧就呃咗咧，係可以咧攞呢個更大嘅利潤。為此咧，我哋今日係請到陸頌雄議員咧，同我哋辣一辣壹傳媒，歡迎你，陸議員。多謝興哥。嗱，阿陸議員，你咧係勞工界嘅議員，我哋睇到上個月咧，壹傳媒工會同埋壹傳媒嘅員工咧係非常之氣憤，佢哋咧就覺得咧就俾人賣豬仔，呃咗佢哋，而且咧從佢哋基層到佢哋嗰啲係主管嘅員工咧，都十分之係火爆，十分之嬲，拍台拍凳，甚至咧就要喺壹傳媒嘅門口嗰度咧係做呢個抗議嘅行動。喂，呢件事你係最關心打工仔嘅權益㗎啦，點睇法呢？簡單嚟講咧，呢個黎智英佢作為傳媒嘅老闆，係一個契弟嘅老闆。點解話契弟呢？唔係我哋屈佢嘅，佢自認嘅。佢曾經三番四次話一定唔會賣壹傳媒，呢個係佢嘅親生仔，好有感情嘅，好有承擔嘅，賣親就係正契弟，佢係當住全香港人講嘅。呢一次咧，黎智英咧就真係做契弟啦，冇錯。因為咧，佢喺16至17年咧，曾經咧5次同佢哋嘅員工高層，甚至同佢哋啲員工咧誓神劈願，就話一定唔會賣呢個壹週刊。唔去賣佢哋旗下呢啲咁樣嘅刊物，但係咧就言而無信。其實咧呢個根本係個騙局，所以呢一次咧就佢哋壹傳媒嘅員工咧係被欺騙，而黎智英咧就真正已經做咗契弟啦。嗱，點解話契弟咧？佢除咗言而無信講過唔算數之外，其實佢喺早前咧已經將壹傳媒好多嘅編採工作係外判。我哋作為工會咧，對呢啲外判嘅形式、假自僱嘅形式、剝削工人權益嘅行為咧，係一定係譴責嘅。不論任何背景嘅企業，我哋一樣譴責。而壹傳媒佢黎智英咧，佢口口聲聲成日咧就攞住公義呢啲旗幟啊、啲幌子去吸引啲讀者，或者咧係佔佢嗰個政治嘅高地。但係實際做嘅嘢咧，係同契弟係冇分別嘅。我要強調，契弟呢個字係佢自己形容自己嘅，係絕對冇花冇假。佢真係成功爭取啦呢次。呢一次黎智英咧就真係做契弟啦，因為咧連你啲員工咧都鬧到佢咧就係出彩。其實咧作為一個佢自詡為咧又話要維護公義，其實呢一次咧就啱啱先咧就係十分之污糟揦渣。其實做傳媒咧最重要係嗰個信譽度啊，即係你有個人有信用，你寫嘅嘢、你出嘅傳媒、你講嘅先有人信噶嘛。但係呢個咧就正式係偽君子就言而無信對啲員工嘅承諾咧係視若無睹。喺佢眼中咧，我相信只有一樣嘢係永恆嘅啫，就係利益，可能係政治嘅利益，亦都可能係金錢嘅利益。佢見到佢可能係唔知咩原因啦，見到有個機會去賣盤可能對於佢財務係有好處嘅，咁咪急急賣咯，係嘛？所以呢啲人呢，為咗利益呢，其實係可以出賣任何嘅原則，包括自己係人格嘅。佢呢次係出賣咗自己人格，亦都呢係出賣咗工人嘅利益，亦都呢對於追隨咗佢咁多年嘅員工嚟講，係非常之大嘅傷害嚟嘅，喺感情上面。嗱，佢咧就氹住啲員工，就話我唔係賣嘅，我亦都唔會賣嘅，一世都唔會賣嘅。咁其實呢個係咪想話咧賣高價啲嘅詐騙手法咧？呢個咧絕對有可能。我覺得證監局咧、證監會咧，其實亦都係要去介入處理，因為其實咧壹傳媒佢作為一間上市公司，佢咧除咗要向市民負責，更加重要咧要向股東負責嘅。股東會唔會因為佢過去呢啲嘅人嘅言論、言而無信嘅言論而投資咗落佢公司嗰度，而可能蒙受咗一啲嘅損失呢？係嘛？咁我覺得呢樣嘢呢，證監呢要去調查一下咯，亦都係要保障咧小股民嘅權益㗎。嗱，我都咧收到咧係有壹傳媒嘅股民咧就嚟信俾我。
就話咧佢哋咧都向證監嗰度咧就投訴咩咧？就話咧黎智英咧其實咧就冇喺佢嘅業績過往嘅業績報告嗰度咧就交代佢個財困嘅實況同埋財困嘅實際嘅原因。咁其實咧我哋睇翻有關嘅報道咧，原來壹傳媒集團呢2年咧就前後就蝕咗7億㗎啦。咁咧就1年比1年衰。咁咧就係廣告嘅收入咧，就已經係兩個年度咧大幅就減到30幾個%，而收入咧亦都係減到咧係20幾個%，而咧呢個刊物咧嘅銷量咧就下跌10幾個%，但係咧佢就冇喺個業績報告嗰度咧就解釋講清楚佢個財困嘅原因，就賴咧就係被打壓。喂，其實呢一個係有誤導嗰啲股民同埋誤導公眾嘅喎。其實香港咧嘅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咧係全世界最好嘅，呢個有公認嘅。而黎智英咧咁多年嚟，佢各種嘅即係一啲嘅危言聳聽也好啊，生安白造也好啊，甚至乎係張冠李戴都好啦，斷章取義啦，不知幾多形容詞形容唔晒㗎啦，呢啲嘅報導手法咧。其實係歪曲咗成個香港嘅輿論生態，造成極之壞嘅惡劣。所以咧，佢亦都係叫惡人有惡報。啲不論係讀者又好，廣告商又好，都用腳去投票，唔買佢嘅雜誌，唔買佢嘅報紙，唔睇佢嘅網站，唔落佢嘅廣告。咁佢嘅收入咪下跌咯，係嘛？咁所以咧呢啲咧全都係商業嘅決定同埋讀者嘅決定，就唔能夠賴落咩打壓嗰度㗎。呢一句咧就真係講得好啱啦，因為咧佢嘅副社長同埋咧總編輯都係咁樣講，一如咧頭先阿陸兄你所講嘅咧，就唔好呢個賴地硬，而完全咧就係過往佢哋嘅經營手法。嗱，譬如咧。呢個一路公眾都睇到佢哋咧嗰個咁樣嘅編採啊，同埋經營嘅手法咧，就係相當之離譜啊！譬如話狗仔隊咧，就係佢哋首創噶啦。咁咧走去仆人哋影人哋，咁然後咧就鋪出嚟，其實咧都好引起公憤。尤其是咧壹傳媒集團咧，佢屬下嘅媒體同埋報導咧，以往亦都係抵觸嗰個淫褻同埋不雅嗰個規定嘅條例咧，就131次被罰款、被定罪。咁其實邊係有公信力咧？仲其實壹傳媒咧誨淫誨盜咧就唔係第一日㗎啦，出晒名㗎啦呢方面。仲有一個問題添，佢壹傳媒固然係有好多大家即係覺得唔透明嘅地方啦。黎智英本身嘅財政咧更加係一個黑箱嘅，完全係。佢點解壹傳媒年年蝕錢，但係仍然可以成為反對派最大嘅金主，幾千萬咁樣去資助反對派嘅政治活動，去策劃佔中呢？呢個都係一個謎嚟嘅喎。所以咧，嗰個叫做壹股民呢個咁樣嘅人咧，曾經亦都公開係講過揭露過點解黎智英咧就可以派4300幾萬俾反對派陣營、政黨同埋議員同埋嗰啲公眾人物，但係咧就冇向股民交代。嗱，呢單嘢咧，其實我喺上屆立法會咧講過好多次㗎啦。既然係佢已經係派黑金，咁點解公眾都好質疑？點解政府唔查、廉署唔查、立法會唔跟進呢？其實你哋真係要喺立法會咧去跟進下呢件事。究竟呢啲錢係黎智英嘅私己錢，定係喺壹傳媒裏邊唔知咩方法撥啲錢出嚟呢？嗱，其實公眾也好，股東也好，係完全蒙在鼓裏㗎。而且呢，佢哋推動嘅唔係一般嘅政治活動，係違法嘅政治活動，係違法佔中。其中一樣嘢呢，就係黎智英有份去策劃推動嘅。呢個呢，鐵證如山。咁但係老實講呢，我都好不滿政府律政司署到而家咧仍然未正式起訴黎智英，好多市民都覺得好不滿同埋好失望嘅。其實咧呢件事咧已經係引起公憤，因為點解咧？因為咧嗰個先一輪已經係定咗罪嘅，掟豬閘，佢被掟豬閘噶嘛，都被定罪啦。反而佢咧作為係佔中嘅組織者、策劃者同埋出資者，
反為咧而家咧仲係唔知幾時擺上法庭。喂，呢件嘢咧，我覺得絕對又唔能夠拖。我哋希望咧律政司咧就唔係欺善怕惡啦，就唔係淨係咧打蒼蠅就唔敢打老虎啦。其實要對抗呢啲咧違法嘅所謂社會抗爭咧，係要擒賊先擒王嘅，係要對呢啲咧幕後嘅出錢嘅、策劃嘅、鼓動煽動嘅，予以法律嘅制裁，先能夠正本清源。不論係糾正香港而家嘅傳媒生態，以至糾正成個香港嘅社會政治生態，呢個我覺得咧係要拿出勇氣嚟咯。所以咧，我哋好希望咧政府盡快咧嚟去處理，唔能夠咧，正如好似習主席所講，為官避事平生耻。我哋真係希望咧，嗰啲官咧就要執正嚟做。喂，我哋而家又再講下啦。而家黎智英咧急急咁樣去賣佢旗下呢啲咁樣嘅產物，咁係唔係咧係被呢個早啲立嗰啲錢嚟去避免咧，就係會拖低佢哋嘅利潤咧？我覺得咧，黎智英套現咧，佢咁狡猾嘅腦袋咧，一定有佢嘅盤算嘅，可能將嗰啲錢投放喺佢認為更有商業價值嘅地方度啦，亦都可能用嗰啲錢咧，從事其他嘅違法嘅或者危害社會安寧、社會和諧嘅政治活動，亦都有可能。不過，我又覺得咧，如果一份嘅雜誌咧能夠脫離黎智英嘅魔掌咧，我覺得對於香港社會嚟講，亦都唔係一件壞事。我哋都希望咧接手即係佢嘅雜誌嘅一個嘅承辦人也好啦。佢希望佢哋都善待員工啦，亦都希望扭轉咧黎智英以往領導下咧嗰種嘅歪風啊！希望香港能夠有啲好嘅傳媒多啲咯。但係我覺得咧，就如果從員工權益嚟講咧，其實而家啲員工咧係好慘嘅喎，你又知唔知？嗱，好似呢個95年、96年去賣佐丹奴，話唔賣，嗰頭就氹住，唔知係咪想氹住嗰啲係股民啦，同埋氹住啲員工。未夠半年，佢就已經食言，就完全賣晒啦。嗱，而家咧就好似咧就係賣佐丹奴嘅翻版，氹住啲員工為你繼續開住工先然後咧佢就去針盤攞好嘅價錢。咁而家啲員工咧就半天吊。你作為勞工界嘅議員，你認為啲員工而家咁樣嘅處境係咪應該要點做咧？應該要點維護佢哋權益呢？嗱，我覺得咧幾樣嘢一定要處理好嘅。第一係要處理好佢哋嘅，如果而家冇辦法啦，成為一個事實啦。佢黎智英做咗，唔係，而家未，我知仲傾緊喺度嘅喎。我就知道咧，嗰個買家咧就俾咗1000萬誠意金嘅啫喎。而家其實係處喺一個咁樣嘅情況，嗰啲員工咧其實而家無望掛嘅喎。再者咧，聽講嗰個新買家咧。其實之前做某嘅週刊嘅時候咧，其實又係唔掂嘅喎，即係都係要佢仲辭咗個董事，仲俾人追數嘅喎，所以其實啲員工係唔係已經揾到個好嘅僱主咧？未必嘅喎。嗱，呢樣嘢咧，我覺得即係佢，因為其實咧，你對黎智英呢個人咧太有要求咧，其實係緣木求魚嘅。呢個人根本就係言而無信嘅，但係有一樣嘢咧就一定要堅守嘅，佢唔能夠用任何嘅蠱惑招數去嘗試去剝削員工權益。嗱，呢度咧我哋一定追到底㗎唔會好似某啲嘅前嗰排咧即係有某間工會可能同佢關係好密切啦外判又好咩都好，就好遲先出聲嘅呢個我哋唔希望咧就係咁樣，我哋一定會出聲，工聯會一定要追佢，佢就算賣盤都好，一定要追佢咧，妥善處理好呢班員工嘅權益。如果唔係一定係追到佢底嘅。但係佢而家搞假自僱喎，將嗰啲部門咧外判咗出去俾翻你哋自己去搞喎，咁樣即係變相咧就係炒魷嘅啫。嗱，假自僱也好，或者係啲假外判都好啦，工會一定係反對嘅，因為呢個咧係嚴重損害工人利益冇晒啲假期醫療工傷呢啲嘅保障乜都冇嘅工作嘅工資亦都係冇保證。
咁其實咧，對於傳媒生態嚟講咧，亦都係好惡劣，亦都其實間接咧係影響到新聞自由嘅喎。因為咧，我工作不確定性，我俾你攆住條頸嚇，你叫我寫乜咪寫乜咯。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堅決反對一啲嘅假外判啊、假自僱嘅形式。佢作為一個咁有規，特別係佢作為一個咁有規模嘅傳媒嚟講，係更加唔能夠接受嘅。咁除咗係一個呼籲之外咧，我覺得對黎智英咧講大道理咧，興哥其實冇乜用嘅。我覺得咧一個就係我哋呼籲啲讀者要有雪亮嘅眼睛，揀一啲咧擺事實、講道理係咪正氣嘅傳媒去睇，就唔好睇一啲咧即係悔人悔道嚇作風不正嘅傳媒。我哋希望用傳媒，我哋希望用一種咧市場嘅壓力咧。去制裁佢，咁當然我哋都用社會嘅壓力啦。咁對至於員工嘅權益嘅問題，我哋工聯會如果有收到員工嘅求助，一定第一時間企出嚟去協助佢哋。真係要撐啲員工先得㗎。一定要撐。我哋今日咧就好多謝陸頌雄議員咧，同我哋一齊探討咧壹傳媒集團而家嗰個賣台嘅情況。其實咧呢件事咧，都係影響到咧係香港嘅係傳播媒介嘅生態，因為我哋十分之咧係憤怒咧係嗰啲集團咧係言而無信，將嗰啲員工咧係賣落去記債呢個咁樣嘅手法。另外咧，我哋亦都咧係覺得呢個集團咧就絕對唔應當咧係欺騙公眾、誤導佢嘅股民。我覺得證監咧一定係要徹查究竟佢哋有冇隱瞞佢哋嘅財困嘅真實情況，因為咧呢一個公眾咧都好希望咧係知道真相。好似阿陸議員所講咧，就公眾亦都好希望咧知道壹傳媒嘅老闆咧究竟佢哋嘅真實嘅財政情況有冇咧係誤導公眾。多謝你，陸議員。多謝興哥。